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0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媒体评论。这个国庆节非常热闹，不仅是各个景区这个游客众多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就是不爱花钱。那还有一个地方很热闹，那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媒体的评论。为什么说热闹呢？既有大众日报点评各大网红被封号，这是喉舌点评又有人民日报连续5天发表评论，为中国经济信心喊话。这些评论很有意思，也是非常热闹，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些喉舌的评论。我们先看这个大众日报它是10月2号发表的这个评论，针对前一阵子对吧，这个好多网红，你比如说护城风，还有那个叫人填志愿的那个叫詹雪峰，还有其他的网红不是封号就是限制关注。针对这一现象，这个大众日报它发表点评，发了个文章，它的标题就很这个叫直指要害标题是网红被封号，平台该封则封，但原因不能成谜。简单的理解就是这些人该封你就封，但是为什么封他，你得告诉大家，不能黑箱操作。这个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他说近期网红圈有点不太平静，继网红护城风在抖音、微博等多个平台账号被封禁之后，网红高考志愿导师詹雪峰的微博、抖音、快手、B 站以及小红书平台的社交账号均被禁止关注。千万粉丝网红蓝占飞抖音、小红书、B 站账号主页也显示该用户被禁止关注。从这个处理来看似乎这个护城风更严重一些，对吧？它的危害性更大，因为它是直接被封禁了。而这个詹雪峰蓝占飞他只是不让新增关注，就以往关注的那几千万人还是可以看的，还可以关注。俗话说就是号保住了。粉丝动辄千万的网红被平台封号或者做出禁止关注等处理，总能引发舆论关注。至于被封理由，外界会有各种解读，但基本都是猜谜语。用户为何被处罚，依据何种标准，有何救济渠道，平台大多语言不详，仅以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之类笼统说辞一笔带过，缺乏具体说明。这个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在抖音的这个账号就是直播功能被封禁，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直播的时候我说了这个抖音不好，说抖音未来一定会面临历史的这个审判。好了，就因为我说这个，他就给我直接封禁了跟胡晨峰的这个待遇是一样，他还不是不让关注然后你申诉没有用，你说违反了哪一条没有，反正就是违反了什么社区公约，就这么笼统的一句话。网红账号被处置，网上当然是叫好者居多，但也不乏程序正义方面的讨论，这就触及了数字时代平台治理中程序正义与财产权益的深层次法律问题。从法律视角审视，平台封号本质上是一种私权利的行使。根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各平台的用户协议，平台确实有权对违规用户采取限制措施。用户注册时点击的同意按钮，在法律上构成一份电子合同，平台据此获得管理权限。这种基于合同关系的管理行为，在法律框架内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他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账号积累大量粉丝，产生巨大经济价值后，它已不再仅仅是平台提供的服务，更成为用户投入智力、劳动和资本形成的数字资产。它凝结了运营者的时间投入、内容创作成本，承载了商业合作价值与粉丝流量资产，甚至关联着整个团队的生计。网红做大之后，背后大多都有公司运营，网红账号可能是公司最核心的资产，关乎着不少员工的生计。封号之类措施影响已远超单一用户范畴，涉及到更广泛的经济利益。说这么多对吧？说就是影响这个公司利益，影响这个职工，对吧？进一步会影响这个实体经济，影响这个社会稳定这个意思因为网红账号它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这上面已经有沉淀了大量的成本，一封了之造成财产损失，就这个意思这些理由咱不管咱只说他要讲的主要原因肯定不是这个资产。所以他文章下面写到他说平台账号处置程序最大症结
在于透明度缺失，不仅是程序的不透明，标准同样不透明，有的直接被封号，有的只是被禁止关注，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好像纯粹靠运气。这种不透明的处理方式与现代行政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即便是私权力行使，当它足以影响重要权益时，也应遵循告知、听证、救济等基本程序正义要求。平台有权依据用户协议处置违规账号，但也需要满足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要求。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众日报这个点评啊，这个大部分我是同意的啊，但是他后面说的这个平台的私权利，我觉得这个理解啊还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个平台它在国内啊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它处什么位置，如果它就无足轻重，那可以说你平台有私权利，我可以行使权利，我可以把你这个进行处理、消耗、禁止关注等等。但是你这个平台如果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平台，对吧？在社交媒体你排第一、第二、第三这种类似啊，形成一定的垄断，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私权利。就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这个？你就像这个美团，你美团一旦形成垄断，那你就不能以私权利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我想把你的商家封了就封了，我想把你这个骑手封了就封了，那也不行，你得有法律可以遵循。所以说啊，所谓的私权利在平台这儿也特指它啊，没有什么影响力很小的时候，它有私权利；一旦它影响力大，就是平台的影响力大了，它没有私权利。不要说这个国内的平台，你像这个，要么就是你得治它垄断，你就不能让它这么大。这就是为什么美西方，对吧？这企业一旦做大，人家马上就反垄断，就怕你一垄断之后，然后你行司法。对吧？就是行这个私权利。你抖音一旦形成垄断了，大家都在上面刷，你垄断之后，这个刷抖音已经成了大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吧？它已经非常这个影响力之大。然后这个时候，你抖音说我要行使私权利，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只要不犯法就行，我把你的账号关了，我也不犯法，这是不行的。站在程序正义角度，标准模糊、程序封闭、救济空转，无疑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一个健康透明的治理机制，应当包括明晰的规则体系、合理的违规认定程序、有效的申诉渠道以及相称的处罚措施啊，这些我都认可的啊。因为这平台一旦你这个平台有一定的影响力了，那你处理就必须这样透明，对吧？你不仅有法可依，而且你还得给人家申诉救济的渠道。那就像这个，对吧？人政府行使这个公权力都是这样，对吧？它有法律，它有行政法。哎，如果罚了你不服气，你还可以申诉，再向上级单位申诉，不够你还可以告他。但是这些在社交媒体平台是没有的。这无论是从用户权利还是从平台义务的角度看，网络平台作为网络空间治理者，应当制定详细、具体、可操作的封号标准，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使每一个用户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言行边界在哪里，避免因为标准模糊而陷入规则适用困境。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该罚的当然要罚，但平台管理也应遵循法治精神。当我们的工作生活深度融入网络平台，虚拟账号已成为社会生存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应当对平台管理权进行合理、规制、明确数字财产的权属界定与保护路径，构建兼顾平台自治与用户权益程序的保障机制。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是啊，已经比较接近的吧，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的平台影响达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平台管理权就要进行合理的规制，要么就对平台采取叫什么反垄断，把平台强制分成3、4家，在治理网络乱象的同时，将程序正义嵌入每一次账号处置，有利于清朗生态与财产保护之间找平衡。无论如何，规则透明优于猜谜游戏，这是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不可缺的一环。我想啊，这个大众日报这个评论呢，已经尽力了啊，也就是说啊，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他只能说到这儿了，他不敢说啊，这个平台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处置？是平台不愿意公开透明，还是平台不能公开透明？这平台处罚的时候，他是给不了原因，还是不敢给原因？我们要搞清楚啊。如果平台是奉命行事呢，这个命令本身也没有给原因，平台敢问吗？所以平台只好来一个啊，这个违反社区公约。
你说违反哪一条？不知道，不要多事，就这么处理。也就是说啊，某些时候平台处理这些网红，并不是平台本意，平台很不想处理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给这个平台带来很多流量，对吧？平台是既得利益者，你以为他愿意封杀胡晨峰？你以为他愿意禁止关注这个詹雪峰吗？他的损失很大。所以你问平台什么原因封，他自己都懵，他不知道。然后平台就很纳闷，你们为什么揪着我问呢？我找谁问去呢？有句话说啊，叫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这句话是春秋时期啊，晋国一个叫叔向的人致郑国执政的叫子产的一封信。它原意是指啊，对吧？行不可知，微不可测，则民未善也。这个叔向啊，他反对郑国这个叫子产啊，公布成文法的核心论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司法权威神秘化，由贵族阶层，也就是由执政者垄断法律的解释权，刑法威慑不可预测性，会让民众啊因无法预判行为后果而产生恐惧。权力运行的集中化，也就是避免法律公开化导致的军权削弱。大概意思就是这个郑国的子产啊，他想把法律啊刻成这个法条，一条条给你列出来，明确，对吧？犯了哪一条就怎么收拾你。然后这个书向呢就坚决反对，你不能列，你列个模糊的，然后对吧？你就像那个口袋罪一样，看谁不顺眼就说你犯了这个社区公约哪一条，没有哪一条啊，就是犯了这个公约，然后对吧？解释权就在执政者手上啊，这个就是春秋时期啊，叫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大大小小网红啊，说话注意点。当然不光是网红啊，这个网民都一样，网红只是关注人数多一点的网民。那怎么说呢？对吧？在大家都在为这个对这些网红进行处理的时候啊，大家都鼓掌，觉得心情愉悦，对吧？媒体都是说这个处理的好，就这意思啊，处理的正及时。要按胡锡进老师的说法，那就是恰如其分啊，恰到好处。这个处理啊，多这一分则多，少这一分则少啊，就是刚刚好。但是就这个时候啊，大众日报它能出来啊，小心翼翼的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理由？对吧？能不能告诉大家他是为啥被处理？显得难能可贵，对吧？就在这些媒体噤若寒蝉的时候，有人斗胆出来问一句为啥，这个就显得很可贵。这个大众日报的这个级别稍微差了一点，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这两天这个国庆节假期说连发5篇评论，为中国经济形势喊话，并回应中国经济唱衰论，强调不能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他这个5篇评论的标题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个就是从全球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跨越与蝶变。第二个，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三个是科学客观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第四个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重大机遇。第5个是全面认知把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说实话该说不说，我把这5个标题看完，我这个信心就大增了，感觉这个热血沸腾。不知道胡锦老师看了这个5篇文章之后是什么心情胡锦老师他本来就信心满满，再看了这5篇文章，那信心应该是溢出来了，有点泛滥。他这五篇文章都很长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学习一下，对吧？这个人民日报人家说了叫高质量低质量这些辩证关系，如果你把握不了的话，我说实话你也看不懂这5篇文章。所以你要看这5篇文章，你先要这个好好的捋一捋高质量和低质量的这个，把这关系捋顺，把脑子里面的固有的一些思想要给它格式化一下。知道什么叫高质量，什么叫低质量，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有的时候数据表现不是很好，恰恰反过来看那是好，对吧？那是机会，孕育着新的希望。如果那数据好当然就是好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对吧？数据下降，数据趋势不太好，那是暂时的，而且恰恰是在孕育着新的希望，是新旧交替过程中高质量和低质量在交替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波动，对吧？高质量的在孕育希望，在增长，那低质量的在下降。但是由于低质量的这个基数大，高质量的基数小，所以它对吧？高质量增长的时候，低质量下降，所以说加在一起显得数字还是在下降，因为低质量的权重大。这个时候你不能说这个经济形势不好，
如果恰恰你是那个属于低质量的，那你不能因为你对吧感受不好，哎，就否定整个经济形势。你看，所以说啊，你要想把这5篇文章读懂，你必须要牢的树立啊高质量低质量这个辩证关系，对吧？有的人他就理解不了，对吧？理解不了，咱们就得举这个简单的例子的便于理解啊。这个比如说你们村大家都吃不饱，都饿肚子，对吧？但是村长他们家顿顿有肉吃，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哎，我们这个村啊没肉吃，这个不好，对吧？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村长人家日子已经好起来了，这代表的是高质量，肉已经吃上了。你不能因为你没有肉吃，你就说啊咱们村没有肉吃，咱们村不行，这个非常狭隘，对吧？村长肉吃饱了以后，慢慢的村民可能也能吃上肉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们村没有肉吃，生活质量差，未免有些悲观啊，那属于唱衰你们村啊，这种要不得。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啊，但是便于理解，对吧？是不是在你们村大家没有肉吃的情况下啊，村长在吃肉，然后你们村就因为这个发展的就更加坚固，对吧？这个脚步就更加牢靠，更加扎实，对吧？所以说凡事我们不能只看到不好的一面，那这个社会经常会充斥一些悲观的这个色彩啊，看到很多餐馆倒闭。很多餐馆今天是拉面馆，明天改成烧烤店，后天又改成什么卖奶茶，然后就说啊这个经济不好，恰恰啊反映了这个经济非常有活力啊，对吧？你看这个经营户，你看这些人城头变换大弯旗，这反而说明咱们这个很多人对经济，对吧？那是非常看好，是不停的去试啊，叫试错嘛。正因为对吧，经营户们变换比较大，反而说明咱们的血液流动的快，对吧？你不能简单认为他干不下去了，换别人来，这种理解是比较片面和狭隘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后面接盘的人，对吧？前仆后继啊，你知道什么叫前仆后继吗？这就叫前仆后继，这个才孕育着新的希望，这个是经济发展的新的动能啊，注入了新的活力啊！就在人民日报啊连发5篇文章，教大家怎么理解、怎么看待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的时候，这个走上邪路的啊，这个越南它居然公布了3季度的经济数据。越南3季度啊 GDP 达到了 8.23， 这 8.23 什么意思啊？那叫红火，那叫蒸蒸日上啊！这个越南它预估的是 7.15%， 结果它居然是 8.23， 这本身啊就令人称奇。越南啊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并不是在风调雨顺的国际环境下取得的。大家还记得4月份对吧？这个美帝的这个总统特朗普悍然啊发起了贸易战、关税大战，第一个中招的就是越南。当时很多人说越南贵了，越南哈巴狗，越南跑到美国去跟人家签城下之盟。大家还记得吧？越南给人跪下了说，但是人家3季度 GDP 达到 8.23 呢。越南接受了美国对吧这个 20% 的关税啊。越南第1季度增长率是 6.93%， 第2季度增长率是 7.96%， 所以你看它这个 GDP 还是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高，叫芝麻开花节节高，对吧？让人有一种感觉叫沉舟侧畔千帆过啊，病树前头万木春。但是啊，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对越南第3季度 GDP 8.23%这个不宜啊过分解读，我们还是要用高质量低质量对吧去看一看。越南这个 8.23 的成绩啊，主要是低质量的占大头啊，基本没有什么高质量的发展。所以说越南现在 GDP 是 8.23%， 这个是暂时的，是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这个内生力啊，这种啊原动力，这种可持续性令人堪忧啊！可以认为越南啊这个 8.23% 是属于那种透支性的发展，不要羡慕。咱们现在正在给美国啊做工作，让美国给咱们跪下。最后我们再看政治学人呢刊登的这个一个报道，叫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它这里面有一段话啊，说从绝对数量来看，各个口径的数据都显示，近年来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仍呈现上升趋势。2004年到2020年间，以中间口径度量的我国财政供养人员5212万人增加到6846万人。尽管2013年政府机构改革后财政供养人员增速有所放缓，但就其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目标而言，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上升趋势仍未被彻底抑制。从相对规模上看，2020年我国以财政供养人员占常住人口比例衡量的供养率已上升到 4.85%， 即平均而言，每100人中有近5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就是只花钱啊
不产生收益的。其中在职人员就占就业总人口比重也从 5.04% 上升到 5.54%，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资金支付薪酬。这个依然还是高质量的岗位增加了，对吧？低质量的岗位裁减。你不能否认公务员的这个岗位，对吧？吃财政饭的岗位是高质量的吧？高质量增加嘛。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